好多家長睇英國寄宿學校排名嗰陣，第一個問嘅問題通常係：到底星期日時報、每日電訊報、最佳學校呢啲咁多個排名榜，我應該信邊個呢？其實要先分清楚幾種唔同嘅排名方法。第一種係混合成績排名，例如星期日時報會將 A Level 同 GCSE 嘅成績拉埋一齊計算。呢種方法嘅好處係佢可以俾家長一個整體嘅感覺，呢間學校由第10年級到第13年級公開試嘅表現到底穩唔穩定。但係問題係混合成績排名睇落好似好完整，實際上係混合咗唔同階段學生嘅表現。GCSE 考得好唔一定代表 A Level 嘅支援強， A Level 表現好亦唔一定代表初中培養得出色。所以混合成績排名可以作為第一眼嘅參考，但唔應該當成係唯一嘅答案。第二種係單一成績排名，例如有啲最佳學校或者每日電訊報類型嘅排名，會分開睇 GCSE、A Level 或者 IB 嘅成績。呢種方法反而更加清晰。如果你個小朋友準備申請第12年級，家長應該重點睇 A Level 或者 IB 嘅成績，而唔係單純睇整間學校嘅綜合名次。如果你個小朋友係準備申請第9或者第10年級，GCSE 嘅成績反而更有參考價值。換句話講，單一成績排名嘅好處係佢回答嘅問題比較清晰明確，唔應該太着重呢間學校整體出唔出名，而係應該着重喺我個小朋友即將要考公開試嘅階段，呢間學校嘅成績穩唔穩定。但係無論係混合成績排名定係單一成績排名，都有一個共同嘅限制，排名顯示嘅係上一批舊生嘅公開試成績，而唔係你小朋友入學之後會經歷啲乜嘢。所以有啲家長會再睇另一類資料，英國政府嘅表現評估表。英國政府嘅數據同一般英國寄宿學校排名榜最大嘅分別係佢唔只睇最終成績，有啲部分亦會睇學習過程或者增值，即係學習進度或者學術增值。以 A Level 嚟講，英國政府嘅排名唔係單純關心呢間學校拿到幾多個最高等級或者優等，佢關心嘅係呢批學生嘅 A Level 成績係咪比全國其他 GCSE 基礎相近嘅學生更好。簡單嚟講，英國政府會用學生嘅 GCSE 成績做起點，然後將佢同全國其他 GCSE 起步點一樣，修讀 A Level 嘅學生做比較。如果全國同等起步嘅學生 GCSE 平均考到 B， 而呢個學生最後考到 A， 呢個就係正增值。如果全國相似學生平均考到 B， 但呢個學生最後考到 C， 呢個就係負增值。所以英國政府 A Level 增值數據嘅好處係佢比單純睇 A 星或者 A 百分比更進一步，因為一間學校考試成績好，可能只係因為佢本身收生門檻極高，學生入學嗰陣已經好勁。而學術增值數據嘗試回答另一個問題，學校到底有冇能力將相同起點嘅學生帶到比預期更好嘅成績？一般嘅排名榜唔會清楚話俾你聽，呢間學校本身收緊咩類型嘅學生，入學門檻有幾高，老師嘅流動率點樣，學校點樣管理教學團隊，學生嘅學習進度係咪有系統咁被監察？萬一學生成績跌咗，學校會唔會及早介入？呢啲先係真正影響一個學生入學之後進步速度嘅關鍵因素。所以排名唔係冇用，但家長要明白，排名主要回答嘅係上一批學生考得點樣。英國政府嘅學術增值數據進一步回答嘅係呢批學生有冇比相同起點嘅學生考得更好，但兩者都未必能夠完整回答最核心嘅一條問題：我個小朋友入去之後，學校會點樣幫佢進步？所以睇英國寄宿學校排名嗰陣，我哋建議分開4個步驟。第一，睇單一考試成績，因為最直接。報讀第12年級睇 A Level 或者 IB， 報讀第9年級或第10年級睇 GCSE。第二，再睇綜合排名，了解學校整體嘅學術表現穩唔穩定。第三，如果有英國政府數據，可以用嚟補充判斷高中階段嘅學術增值。但唔好當佢係唯一答案，特別係拎私立寄宿學校同有大量國際生嘅預科學校比較嗰陣，更加要小心解讀。第四，
亦係最重要嘅一步。要問學校背後嘅教學管理問題。學生入學之後幾耐做一次課業評估？每科老師點樣追蹤學習進度？如果學生落後咗，學校有冇輔導介入計劃？高中選科有冇足夠嘅支援？大學申請指導喺邊個階段開始？宿舍導師同學術導師之間有冇密切溝通？因為對家長嚟講，真正重要嘅唔係排名第幾，真正重要嘅係呢間學校可唔可以用合適嘅教學同管理方法，將適合嘅學生帶到更快、更好嘅結果。